大家好，又係我金融科技資產管理界嘅林寶儀，同大家分享嘅時間啦。果然呢個世界，我哋唯一可以肯定嘅就係特離譜嘅不確定性。一覺醒來，形勢發生急劇嘅變化，特離譜口風突然間又改咗。美國嘅萬歲特離譜同日喺社交媒體宣布，向超過75個國家暫緩對等關稅90天，期間大幅降低對等關稅，稅率至10%，聲稱將會繼續增加對中國商品嘅關稅到125%。即使只係暫停90日，仲留返10%尾巴，但係美國、中國、加拿大等關稅仲喺度繼續緊。呢個消息發出咗之後，短短幾個鐘內，特離譜搞到股市過山車咁樣。因為時差嘅問題，之前已經收盤嘅歐洲股市不出意料地繼續大跌。但係9號嘅華爾街同埋西半球嘅股市，因為特離譜嘅突然轉變，盤中直線拉升，美國股市更出現16年內最大嘅漲幅。喺呢度，我想引述中國現任外交部長王毅嘅説話：講一套做一套，大國嘅信譽何在？只容許自己繁榮，唔容許別國正常發展，國際公理又何在呢？做生意誠信最緊要，朝令夕改，呢類人又點會仲有人相信佢呢？所以對貿易戰感到悲觀嘅朋友，不妨笑看風雲。對關稅，我哋要發揮中國人嘅精神，談笑用兵，從容不迫，後發先至。就好似王毅嘅外交風格，以彼之道還施彼身。當別國對中國採取強硬不合理嘅政策，中國亦都會採取對等反制，例如制裁、貿易反制等等。中國人充滿智慧，喺度我哋引用《孫子兵法》嘅謀定而後動，知止而有得。好啦，喺度同大家分享一啲關於貿易戰嘅 AI 製作、幽默短片或者創意想像。熊貓，咱倆聊聊好嗎？你還有臉找我？現在全藍星都想捏死你，現在還包括你的國人與盟友。這些人我不管，我就問你，憑什麼一聲招呼都不打就給我加關稅啊？還是34%？這不是讓我下不來台嗎？我還和你打招呼，我想一巴掌給你打過去，你信不信？麻煩你搞清楚點，是你先給我加的，你還不如瞌睡鷹聰明。我先加是為了讓你先找我談，我還在這等着你找我，你為什麼不來？你算老幾？我為什麼要找你談？我不談了，老子現在玩得起，你玩不起就過來找我談，我高興就談，不高興就不談。你不能這樣玩，不然咱倆這樣越搞越窮的，你不怕嗎？我剛才說了，老子玩得起。不行，是不是搞錯了？咱倆要不從頭捋一遍，你再想想，這樣會搞死我。不用了，我是一路從窮走過來的，所以窮不窮我無所謂，所以這次必須讓你死，讓全藍星的人看看你那嘴臉。你可想好了，這樣搞很容易擦槍走火。我告訴你，不管你想搞什麼，我都奉陪到底，老子都玩得起，看看這次不整死你。小紅書。暫時傾到呢度，如果你有啲咩 idea， 對於關稅戰或者資產管理有問題，歡迎留言俾我。感謝你嘅 like 同轉發，下次見，拜拜。